14，我哋15號落關啦。嗰啲操練啦，班鬥嚟咧亦都係好親自上陣啦，同埋咧都冇間斷過功夫啊，隻馬咧淨係操到火唔火之後翻到嚟冇問題，外觀同埋 fit 嗰啲澳洲，有幾個萬元精其實係電磅反而係重磅嘅，所以澳洲重到30磅，所以係個狀態嘅先係叫到啱你先跑到珠峰錦標。再話啦，即係珠峰錦標。嗰度就可以食嘢嘅，係啦，可以出邊食嘢，帶咗嘢食嚟嘅話，咁呢度室內就只可以飲嘢。但係如果你話我想去，平咗嗰個6分紀錄咧，咁啊都計亞軍啊，佢係多啲嘅真係。3萬啦，2號合火飛馳。其實馬上喺4班冇成績嘅馬路做一邊嘅跳嘅，上咗3班嘅做喺度。咁今場嘅入關4班嘅都做低，都起翻幾好嘅。咁當然佢係冇成績啦，喺第3班跑，但係佢4班呢啲馬都要睇翻住，因為呢組都唔係好強嘅，睇咧第一場都仲好強嘅3班。落班可以睇到幾多啦？個先前就喺4班，可能諗住佢呢個成績佢落地翻啲，點知就唔知個進度就快啲啊！就係其實佢個人初出嗰場3班千4，擺咗前面走翻過嚟跑第5，輸2點馬俾同樣美麗，好早個水準擺落嚟呢組其實都會跳晒啦，升班增程啦，佢放高翻嚟，因為好多收貨，咁跟住可能啲心理壓力。好啦，1號啦，顯成高升。咁啊，暫時就仲有咩即初係啲走勢嘅狀況有4班，亦都跌住望嘅成績係呢個。如果我哋都考試證書，知唔會查到嘅。再發動出咗去發揮，啲唔好叻嘅就炒咗啦，做啲咁證明上一做有少少失嘅。咁今次嚟到呢個路網打定如果做到就能夠全程慳晒，就打得好。11號大熱門嚟嘅，力量光輝。咁有速度嘅選擇，所以試咗個集，你突然間定會有地嘅一個嘛。咁啊試咗個集之後，再跳一個18號。千祈唔好佢啱翻大道頭3場全部執到啲好好嘅就話呢。所以你頭先見到咧，連海斯同李福嘅嗰啲跌飛飛，大道南其實冇咗一半。好，12號就希望。咁你搞咗試咗3個集嘅，呢啲集嘅咧，咪即係光輝試得。
吸引啦。之前啊，即係你知唔知他們仲有啲跑過跟住好難自己話佢方式咁辛苦。呢個話有呢啲基礎支持，其實快啲又有心粒都係嘅，都係喐身比較多啲嘅。先就84隊就喺方面就早走條邊度啊？紅燈兩邊就馬屁走，升高升亨奇。好啦，馬寶寶都順利，該入閘嘅貓。唔係，我已經 save 咗，OK。哇！合夥飛時，初時有諗。頭先睇咗段片，美國有長馬轉緊彎入直路，之前轉到彎中間啲馬全部爛地，因為有一救護車落。嚇咁癲！哇！其實啲市集就好多，你買好多集冇咩。7.6倍嘅男神麥道朗啊，8.0就落嚟7.6，咁啊大熱門布文啊做好自己又賠咗少少飛上嚟。今場熱咗身，因為應該配合個馬勇士。跑法今日嚟講就真係開心嘅，仲要抽到2檔7號啦，天象龍區。普通嘅私家馬都加到成績嘅，上一場好 fit 嘅馬，即係直普段而家大落後啦，直直去追佢殺晒。咁問題就今日條跑道就唔同咗啦，上次 A 流嘅咁樣追啊落嚟，今日一號型號威風，一邊馬型160就4班，咁而家成個條線都好唔同啦，3班就節草而超。如果啲馬狀態會有問題，賽前小組負責因為就係表現真係都好啦，叫做。3
買嘅。